其實咧，即係講到職場信徒嗰個職場倫理咧，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實際嘅課題，但係亦都係一個唔容易講、唔容易處理嘅課題啊！所以我都係懷咗一個好戰兢嘅心情，同大家嚟到去思想呢個嘅課題嚇。我話呢個課題係實際，因為咧，我諗在座即係所有嘅喺職場工作嘅信徒咧，或多或少喺你哋嘅工作上邊，一定都牽涉到一啲由於工作帶嚟嘅對一啲信仰良心上邊或者倫理道德抉擇上邊啲衝擊嘅，或多或少你做咗咁多年嘢，你都會一定會或多或少遇到呢啲衝擊嘅。譬如可能即係我記得我初返教會70年代已經開始問呢個問題嘅，即係老細叫我講大話，我點算咧？啲好老土嘅問題係問咗好多年啦，今日仍然要問譬如喺國內工作，而家好多時要返國內工作就一定牽涉到送禮啊、做人情甚至乎收受回佣收受利益個問題又點樣處理咧？返到國內，男人要出去應酬，咁其實女人都要㗎啦，係咪啊？唔通女人唔使出去應酬嘅咩？咁點樣處理咧？又或者當公司有時而家唔知點解呢幾年特別即係中意講風水，由政府又開始到個個都講風水，或者咧好多時要係即係牽涉到一啲即係民間宗教信仰一啲迷信嘅時候，可能即係公司要求有啲咁樣嘅儀式嘅時候要做嘅時候，或者風水嘅時候，咁我哋基督徒又點樣處理咧？咁樣我細佬仔喺廣告公司做嘅我唔知在座有冇喺廣告公司做嘅。廣告公司即係喺廣告公司做嘅基督徒咧，可能咧好多時都要面對一個問題，就我哋可唔可以即係負責啲煙草商嘅廣告咧？一啲煙草商嘅客戶要我哋嚟到即係去諗嘅時候，我哋點樣咧？咁樣又或者喺建築公司任職嘅基督徒，有一個嘅工作要去澳門起賭場，起唔起好咧？身為基督徒起唔起賭場好咧？基督徒嘅警察可唔可以做無間道咧？基督徒嘅警察可唔可以扮嫖客嚟到去放蛇咧？即係扮呢個你扮就要入去，真係做一個嫖客咁喎，要扮到好似嘅好投入咁喎，咁點咧？基督徒點咧？面對啲咁樣嘅掙扎，點咧？咁樣好多呢啲嘅即係一啲咁樣嘅實際上嘅難題當我哋面對啲咁嘅難題嘅時候，我哋基督徒總係好想我哋基督徒啊嘛，我哋有呢個嘅身份啊嘛，好多時就可能返教會啦即係問下牧師，問下傳道人，然之後咧希望佢可唔可以喺聖經上邊俾到一啲答案俾我哋咧，俾到一啲真係好清晰嘅指引咧。我哋就唔期待咧，牧師話我同你祈禱啦咁樣，你一定會唔滿足嘅你俾啲即係指引俾我，好具體嘅、好清晰嘅答案咁樣。所以我首先想同大家思想係一個問題，就係聖經。當我哋要求牧師傳道人咁做嘅時候，我要問一個問題：聖經究竟係咪存在一套放諸四海而皆準嘅一套職場倫理原則或者指引呢？有冇嘅呢？我未講聖經之前呢，我先講下一啲世俗嘅思想先就我諗而家喺好多嘅大學嘅商學院裏邊，即係都會有一科叫商業倫理嘅科我唔知但係在座大家即係可能你都會讀過咁喺一套嘅即係世俗嘅呢套咁嘅商業倫理學裏邊咧，有一套理論叫做咩咧？英文叫做 Integrative Social Contract Theory 中文就可以譯做整合社會契約理論。呢套理論咧話明係 contract 嗰個字social contract 你見到呢個字呢套理論主張就咩？佢認為咧，人類社會基本上唔存在一套抽象空泛、放諸四海而皆準嘅一套道德原則，冇嘅，冇一套原則咧，即係你古今中外到拿住嗰套嘢咧就可以搞掂嘅，冇嘅。佢係只係承認嘅咩咧？喺唔同社會、唔同時代、唔同文化、唔同處境嘅時候，一定嘅某一個社群，佢一定有某一個嘅空間，某一個自由空間。就我哋要尊重唔同嘅處境、唔同嘅文化嚟到去處理一啲嘅事。簡單嚟講，即係話同一樣事、同一件事喺唔同社會、唔同嘅時代、唔同嘅情況底下咧，可能有唔同嘅處理方法。即係話咧，翻頭先嗰個講法咧，就唔會承認有一套固定、一成不變、鐵板一塊嘅所謂放諸四海而皆準嘅一套所謂倫理道德嘅價值觀，一套所謂倫理道德嘅規範。
咁佢哋係咪話冇規範呢？你又唔好誤會喎，佢哋唔會話冇規範嘅，佢哋仍然都會承認有倫理道德規範。不過個倫理道德規範係咩意思？就係佢哋嘅意思就係某啲社會約定俗成啊。social contracts 嘛，個約嘅觀念係約定俗成，大家都認為應該咁樣做嘅，咁我哋就照住嗰個就係個規範啦，咁就去做啦咁樣。嗱，即係簡單，人人都覺得喺某個社會裏邊，某個社群裏邊，喺某一個時代嘅處境裏邊，某一個文化裏邊，大家都覺得應該要咁做嘅，個社會嗰啲人覺得應該要咁做嘅，咁就變成一套嘅道德行為規範啦，係一個社會嘅契約，好似大家一齊簽一個 contract 咁樣，大家都認同嘅，按住嗰個共同嘅協議嚟到去做一啲應該做。要決定咩應該做，咩唔應該做嚇。譬如我講翻一個實際例子，喺今時今日，你喺中國國內做生意，你喺中國國內做生意，你要去處理或者搞關係咁嘅中國人嘅文化，搞關係、送禮、出席一啲娛樂應酬嘅活動，呢個可能基本上係一種約定俗成，人人都認為要咁樣做嘅商業文化。你唔好話做生意啊，你翻大陸傳福音，你都要搞關係㗎，係咪？你一定要搭通天地線，你先至可以有效果地傳福音嚇。呢個係即係差唔多係一個約定俗成，人人都認為做嚇嘅一啲嘅，呢個係一個規範咁滯啊。不過當我咁講嘅時候，當話人人都認為咁樣做嘅時候，係咪等於乜嘢事都可以做咧？呢套嘅理論都唔係咁講嘅。譬如講翻頭先嘅例子，喺國內即係要出嚟應酬，去啲娛樂場所應酬，呢個差唔多係約定俗成嘅。但係唔等於你要去嫖妓，唔等於接受你要去嫖妓，係咪？即係唔係話即係人人都應該認為咁樣做就係乜嘢都可以做，係兩樣嘢嚟嘅都係嚇。嗱，不過我想講嘅就係話咧，呢套理論其實咧就其實有佢嘅道理嘅，有佢嘅道理嘅。事實上，你試下諗下喺我哋人類社會裏邊咧。即係你試下揾啲書抄下、讀下，喺我哋人類社會裏邊，從古到今唔少嘅道德行為、道德規範，根本上就係咩咧？就唔係放諸四海而皆準嘅，而係約定俗成嘅。你諗下，你翻屋企再諗下，其實好多時都係約定俗成嘅。好啦，社會裏邊、世俗裏邊嘅理論係咁睇，翻返去聖經我哋講，基督徒講翻聖經，聖經係咪咧？我想話俾大家聽，聖經所描述嘅社會或者聖經所描述嘅價值觀，其實都有咁樣嘅元素。點解我咁講啊？舉例喺舊約裏邊，大家知道係容許一夫多妻嘅制度，係咪？大衛、所羅門三妻四妾，大家好熟㗎吓。喺撒母耳記上25章42至43節個記載吓，大衛除咗娶米甲做老婆之外，跟住另外再娶咩？亞比該、亞希暖。同埋收尾喺撒母耳記下11章27節嘅記載，佢娶埋拔示巴添。我哋撇開佢同拔示巴嗰個即係嗰個即係唔好嗰種嘅關係之外咧，佢收尾娶咗佢咧。係大衛係三妻四妾，所羅門更加犀利咧。所羅門嘅妃嬪多到好緊要，係咪？喺舊約裏邊，一夫多妻嘅制度係存在嘅，即係話當然我哋一定明白舊約嗰個一夫多妻嘅制度固然唔係一種放諸四海皆準嘅原則啦，係咪？今日我哋唔會係咁嘅，而係一種約定俗成嘅行為嚟嘅。喺當時嗰個文化入邊，大家約定俗成，大家都接受係咁樣嘅，人人都係咁做嘅。當時嘅文化，人人都係三妻四妾嘅啦。我講到呢度嘅時候，你可能即刻會話嗰個只不過係文化啫。嗰個只不過係文化啫，一落到去上帝所頒布嘅誡命律例典章，律法就唔係啦啩？嗱，我哋試下睇下啦，究竟上帝喺舊約所頒布嘅誡命律例典章，同埋耶穌我哋講，如果講到倫理講到聖經倫理，計登山寶訓啦，或者山上寶訓啦，係咪？嗱，我哋就會話。嗰啲一定係放諸四海而皆準、黑白分明、永恒不變嘅原則典範啦啩？我哋成日講永恒不變嘅嘛，我上帝係永恒不變嘅嘛，所以上帝所頒布嘅律法一定係永恒不變嘅，放諸四海而皆準，係咪咧？我想問呢個問題，係咪真係嘅咧？嗱，開始嘅時候，我想同大家睇
節嘅聖經。呢個聖經係記載喺撒母耳記上24章第4節。其實嗰個故事係講緊咩咧？大家都知道噶啦。就掃羅咧就唔係好妥大衛嘅，一路追殺佢，因為掃羅咧即係好驚個皇位不保，一路追殺大衛，追到佢咧即係9條街都要追佢。嗰一次係追到佢大兵追到帶住幾千精兵追大衛，大衛得600人嘅啫。去到嗰度大衛匿埋喺個山洞裏邊，咁咧就掃羅咧人有3急，唔好意思，大家食份飯都要講。聖經都係咁樣講嘅大解。聖經都咁講，唔好意思咁入去個山洞裏邊。其實嗰陣時咧，掃羅咧已經將佢嘅所有嘅裝甲兵器要擺低，因為要大解，咁梗係要擺低啦，唔係點大解啫？係咩？嗰陣時咧，大衛嘅跟隨即係話：大衛呢個係最好嘅良機，要殺掃羅就係呢個，因為你唔殺佢，佢殺你嘅。但係咧，未講大戲先，嗰啲大衛嘅隨從。基於啲乜嘢？佢除咗因為呢個係一個好嘅良機之外，佢其實基於一個理由，叫大衛要殺掃羅嘅，就係基於上帝曾經一個咁嘅說話，一個咁嘅應許。跟隨啲人對大衛說：耶和華曾應許你說，上帝應許嚟嘅，我要將你嘅仇敵交在你手裏，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時候到了，大衛就起來，悄悄的割下掃羅外袍的衣襟。故事發展落去，你知道大衛冇殺掃羅嘅，冇殺嘅，大衛放佢一馬嘅，而且係咧以德報怨嘅，恭恭敬敬行臣子之禮嘅。大衛真係殺掃羅，我哋都可以話佢有權咁做嘅噃，因為呢個係上帝嘅應許，上帝嘅說話嚟噶嘛。上帝曾經賦予大衛任意對待掃羅嗰個嘅權利嘅，同埋自由嘅。何況你再參考利未記24章19至20節，我哋唔你都冇聖經啊，我哋時間關係，我話俾你聽，嗰度嘅誡命講得好清楚，你都聽過啫。喺舊約裏邊，上帝一個誡命就係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呢一個咁樣嘅誡命係咪？大家好熟噶啦，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再加上呢個應許，所以當時向鄰舍或者佢嘅仇敵報復你不仁我不義，係有法理依據嘅，有上帝嘅說話做依據嘅。不過，當你再睇馬太福音第5章38至44節，大家都好熟嗰段經文㗎。耶穌提到，耶穌卻係喺嗰度質疑以眼還眼，向仇敵報復，恨你的仇敵呢種誡命嘅普世性。即係話舊約嗰種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同埋甚至乎呢句上帝所講呢啲說話，或者去到我淨係講以眼還眼啫。去到耶穌就耶穌係咩啊？質疑㗎。好啦，耶穌話就唔係恨你嘅仇敵，要愛你嘅仇敵啦，呢個好出名啦。要愛你嘅仇敵添，唔好話以眼還眼，唔單止唔好以眼還眼，要愛你嘅仇敵。哇，難頂啊！我哋好難做噶嘛，愛你嘅仇敵。不過我哋聽完耶穌呢句說話嘅時候，又好快咧，好心急，好急不及待，將耶穌呢度主張愛你嘅仇敵呢套咁樣嘅耶穌嘅講法，呢度咁嘅倫理嘅要求，又去將佢變成一個放諸四海而皆準嘅一個道德原則。將耶穌話愛你嘅時候，呢句說話又普世化咗佢，普遍化咗佢。不過咧，你再睇聖經喺路加福音第19章27節，我讀俾大家聽。路加福音19章27節，耶穌咧又似乎反口。我讀俾大家聽。耶穌講啊，你記低啊，你而家冇，你唔信你翻去自己睇啊，你記低啊。路加福音19章27節，耶穌咁講啊：至於我那些仇敵，不要我作他們王的，把他們拉來，在我面前殺了吧。點解啊？咁點樣解釋啲經文啊？聖經咁麻煩嘅？上帝都好似一時一樣咁樣嘅。你讀聖經讀落去，真係上帝好似一時一樣咁嘅，真㗎。你成日讀舊約，我哋成日舊約嗰個人睇就係、是，你睇約拿書就係上帝反悔嘅，後悔唔係反悔，後悔係咪？一時一樣啊！上帝唔係永恆不變嘅咩？上帝講嘅嘢唔係即係講嘅嘢唔算數嘅咩？可以反口嘅咩？可以噶。我想講聖經所講嘅，甚至乎上帝所講嘅應許，上帝嘅誡命律例典章，唔係鐵板一塊，唔一定係一啲放諸四海而皆準嘅普遍嘅道德原則或者指引。呢個係第一樣嘢，我想同大家思想嘅，唔一定係嘅。咁嘅時候，
我哋就好驚啦，死啦！咁係咪講緊即係相對主義啊？講緊處境倫理學啊？聖經有後現代啦，乜嘢都相對啊？咁聖經係咪講緊相對主義啊？係咪喺個職場倫理裏邊持一個相對主義嘅立場咧？我又想同大家睇另一段好有趣嘅經文，撒母耳記下第6章第1至15節嗱，呢度係提到耶和華嘅約櫃嘅。耶和華嘅約櫃喺30年前咧被非利士人擄走咗，喺撒母耳記上4章至第7章記載呢件事，擄咗。嗰時大衛仲未出現嘅。好啦，30年之後啦，大衛就貴為君王啦，就啱啱喺耶路撒冷建立佢嘅政權。佢就有一個決定啦，於是就要將嗰個約櫃咧從基列耶琳咧運翻去耶路撒冷。呢個咁樣嘅動作好有象徵性嘅，表示耶路撒冷唔單止係大衛一個政治上嘅一個好重要嘅重心，佢運約櫃翻嚟，約櫃係有一個好重要嘅宗教意義，神喺度咁解啊嘛，係咪？佢當佢運翻約櫃翻嚟，喺宗教上係意味住耶路撒冷同時係上帝同在、上帝管治同埋敬拜上帝嘅地方，政教不分離嘅。或者咁講，就嗱呢個即係我估嘅啫，我根本當然唔知道大衛心諗乜啦，你諗乜我都唔知啦，何況大衛定我咁遠係咩？不過從聖經嘅記載，可能好有跡象讓我哋去相信，又或者推測，即係大衛其實係都想啦呢個當然未必係主因當然佢好注重敬拜上帝，但係咧都希望能夠鞏固佢嗰個政治有上帝喺度嘅，有上帝嘅約櫃喺度嘅，喺耶路撒冷嘅。OK， 好啦，於是聖經係嚟到呢度呢個記載啦，就由亞比拿達嘅兩個仔亞希約同埋咧烏撒，佢哋係祭司嘅身份嚟，佢祭司嚟嘅，亦都負責咧搬運約櫃呢份嘅工，佢哋要打工做好呢份工，嗰個係對職場嚟嘅要做好呢份工。好啦，不過你睇再睇落去第6、第7節嗰度咧記載咗，我哋覺得好難解。去到一笪地方咧，牛失前蹄，或作驚跳，烏撒就伸手扶住神嘅約櫃，神耶和華向烏撒發怒，因這錯誤擊殺他，他就死在神的約櫃旁。你讀過呢段聖經未啊？讀到呢度咧，你就扎依讀快脆脆，因為唔識解，好難解嘅真係。點解咧？咁因為點難解嘅原因就係咧，喂烏撒好深啫。佢真係做好呢份工啫，佢個職責就要運約櫃啊嘛，好心伸手扶住耶和華嘅約櫃，避免佢跌落地下跌散咗點算啊？甚至乎我哋即係好自然諗就係見到一樣嘢跌，你見到一樣嘢跌，你自然好似下意識就去接住佢噶嘛，係咪？好下意識嘅話，個飯盒跌你都會噶啦，唔係整親自己噶嘛，係咪？呢個好下意識嘅一個動作，或者佢只不過係盡責，唔希望耶和華嘅約櫃跌喺地上邊。佢究竟？我哋只可以諗佢只不過係盡責履行佢嗰個職責，但係點解反而要帶嚟耶和華嘅擊殺呢？佢究竟犯咗咩彌天大罪，帶嚟上帝而且要即時死，即死大佬，係一個好嚴峻嘅一個懲罰嚟㗎。同埋你睇下，你留意聖經嘅記載第7節。因這錯誤，即係喺上帝根據聖經嘅作者嘅記載，喺上帝嘅心裏邊，烏撒呢個行為係犯錯嘅，所以上帝要擊殺佢。喂，究竟係乜嘢錯在乜嘢啊？要帶嚟上帝咁大嘅懲罰啊？我哋其實問呢個問題背後有一個更加重要嘅一個所謂。即係我哋成日講啲即係護教學嘅問題我哋最怕我哋傳福音通常唔會同人傳呢段福音㗎，講呢段睇段聖經攞嚟衰係咪？一啲醒目嘅 filter 咧，問呢段聖經寫啊，喂，你所信嘅上帝又話上十字架，又話點樣慈愛，又話唔想一人沉淪，想萬人得救，得個講字啦。有眼俾你睇啦所以聖經送檢啊，真係死啦！即係聖經有冇有啲暴力嘅咧？咁嘢你上帝你所信嘅上帝又話慈愛，點解呢個上帝呢個願萬人得救，甚至乎
捨棄你獨生子耶穌嘅上帝會咁樣嚟到對待一個烏撒呢？究竟邊個上帝先係真嘅呢？除非我哋真係揾到烏撒犯咩罪，否則我哋好難解呢個咁嘅疑團嘅。我哋除非揾到佢真係犯咩罪，係 justify 上帝要咁樣對待佢嘅，否則我哋好難解個疑團，否則我哋嘅上帝觀就麻煩啦。好啊，我哋嘗試去睇一段經文，留意嗱，你睇第6節先啦。你上第3節啦吓，第3節，你留意第3節。他們將神的約櫃從江上亞比拿特的家裏抬出來，放在新車上。亞比拿特的兩個兒子烏撒和亞希約趕這新車。第6節。對欄的禾場因為牛失前蹄或作驚跳，烏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約櫃。呢度係記載緊烏撒佢哋兩個人搬約櫃嘅時候嗰個過程。你留意啊，唔知頭先我讀嗰時你有冇留意啊？好啦，呢一個同跟住撒母耳記下6章12、13節嗱，收尾因為咧擊殺咗烏撒啦，大衛唔掂啊，唔搬約櫃住啊，咁於是擺喺一個叫俄別以東屋企，擺咗3個月啊，點知上帝祝福俄別以東，大衛呢個醒目仔，快啲嗱搬翻個約櫃，於是第二次搬約櫃，呢個第二次搬約櫃12、15日，好，第二次搬約櫃係咩就係有人告訴大衛，因為耶和華因為約櫃賜福俾俄別以東嘅家和一切屬他的，大衛就去歡歡喜喜將神嘅約櫃從俄別以東家中抬到大衛的城裏。抬耶和華約櫃的人走了6步，大衛就獻牛與肥羊為祭。第二次同第一次搬約櫃有咩唔同啊？第一次係用牛搬嘅，擺喺車上邊嘅；第二次係人抬嘅。關鍵就喺呢度啦。我同大家睇一啲經文，原來咧嗱，你睇歷代志上15章，我同大家，你冇聖經唔緊要，我讀俾大家聽下。呢個冇擺喺 PowerPoint 嘅，所以我讀俾大家聽。歷代志上15章12至15節嗰度嘅記載仲更加清楚，係記載同一件事嘅嚇。歷代志上15章12節至15節咁樣記載嘅。對他們說：你們是利未人的族長，你們和嗱，當時上帝嘅吩咐就係利未人呢，就專門負責搬約櫃嘅嚇。你們是利未人的族長，你們和你們的弟兄應當自潔。喺度講緊大衛第二次搬約櫃啦啊，好將耶和華以色列神的約櫃抬到我所預備的地方，因你們先前沒有抬這約櫃，按定例求問耶和華我們的神，所以他刑罰我們。於是祭司利未人自潔，好將耶和華以色列神的約櫃抬上來。留意第15節，我而家讀第15節。利未子孫就用弓，你有冇見過人哋啲抬轎嗰啲啊？有支棍嘅，就用弓肩抬神的約櫃，是照耶和華藉摩西所吩咐的。原來律法講得好清楚，上帝藉着摩西嘅律法講得好清楚，抬約櫃係有規有矩嘅，甚至乎咧，上帝喺做約櫃嘅時候咧，已經預埋呢樣嘢。你唔信我又讀俾你聽下，即係咧我唔係話你唔信我，出埃及記25章吓，唔到你唔信噶啦吓，出埃及記25章吓。出埃及記25章，嗰度係講緊即係做約櫃啊！上帝咧好清楚嘅，講緊約櫃咧點樣做好清楚好仔細嘅嗰度講點樣做約櫃咧？出埃及記25章12至15節，我讀俾大家聽出埃及記25章12至15節，嗱，嗰度係講做約櫃嘅法則也要鑄4個金環，安在櫃嘅4腳上邊，這邊2環，那邊2環，要做2個環2個圈嘅，做嚟做乜嘢啊？要用皂莢木作2根弓，抬櫃嘅，即係一早做約櫃嘅時候已經做埋嗰個環，之後穿嗰條棍入去，用金包裹，要把弓穿在櫃旁的環內，以便抬櫃。這弓要常在櫃的環內，不可抽出來。原來根據上帝嘅誡命律例典章，做約櫃嘅時候已經甚至整約櫃嘅時候已經預備得好清楚嘅，就係嗰個約櫃咧，一定要整有個環，有個弓，成日都喺度，唔可以隨便抽嚟。而搬約櫃嘅時候咧，一定要人手抬嘅，規矩嘅，非常嚴謹嘅。所以烏撒嘅問題係乜嘢啊？
唔遵行上帝嘅話，用咗另一個方法擺咗個 technology 擺咗架車度，用牛推車，哇，更加方便，抬咩咁辛苦。仲有啊，呢一個做法咧，如果你睇翻聖經咧，其實呢一個咧係非利士人新發明嘅牛車，佢哋用呢個方法抬約櫃嘅，係撒母耳記上第6章第7、第8節。我又同你讀下撒母耳記上第6章第7、第8節，我讀俾大家聽下。撒母耳記上第6章第7、第8節，嗰度係描繪緊非利士人嘅吓。現在你們應當做一輛新車，將2隻未曾負軛有乳嘅母牛套在車上，使牛犢回家去離開母牛，把耶和華嘅約櫃放在車上，將所獻賠罪嘅金物裝在匣子裏，放在櫃旁，將櫃送去。我再讀埋10至11節啦。非利士人就這樣行，將2隻有乳嘅母牛套在車上，將牛犢關在家裏，把耶和華嘅約櫃和裝金老鼠並金痔瘡的像的匣子盒子都放在車上。呢個係非利士人嘅一種約定俗成嘅搬約櫃的方法。烏撒作為祭司，佢冇理由唔知道摩西嘅律法，冇理由唔知道上帝嘅誡命律例典章清清楚楚嘅，但係佢用咗一種約定俗成，非利士人約定俗成嘅方法嚟到做呢份工，呢份嘅聖職。所以烏撒所犯嘅錯誤係咩呢？係違背上帝嘅說話，違命啊！違背上帝嘅命令，隨意用人嘅約定俗成嘅世俗方法，你要處理一件必須要用分別為聖嘅方式完成嘅一件神聖嘅工作。佢錯在呢度，所以換嚟上帝即時嘅懲罰。從呢件事上邊，我哋睇到聖經另一幅圖畫，唔係相對嘅又。我哋頭先講，聖經似乎冇一個所謂放諸四海而皆準嘅一套道德原則指引，唔係鐵板一塊嘅，好似有某程度嘅相對性、處境性嘅。但係嚟到呢個故事，又睇到我哋另一幅圖畫。聖經俾我一幅圖畫，就上帝嘅要求係非常嚴格嘅，做約櫃已經好嚴格嘅，個法規抬約櫃好嚴格嘅，完全又好似冇自由，唔容許你隨便用人嘅方法，用人嘅自由嚟到做嘢嘅，又好似冇呢個咁嘅空間嘅。我哋嘅本聖經就係咁。講職場倫理難就難在呢度。仲有我再想同大家思想，上帝喺對待烏撒所犯嘅錯誤上邊咧，一方面我哋睇到上帝絕不含糊，毫無妥協，冇和稀泥嘅態度，冇相對主義嘅態度。不過又值得留意一件事，佢最終咧，上帝又冇將搬運約櫃呢個摩西嘅律法絕對化，亦都冇將呢個摩西律法搬運約櫃呢個摩西律法絕對化而成為一個放諸四海而皆準嘅原則。點解咁講啊？因為好明顯，根據聖經記載，上帝只係擊殺烏撒，冇擊殺大衛。點解？因為始作俑者係大衛，成件事嘅幕後主腦係大衛，係大衛要運約櫃。大衛唔知咩？大衛冇理由唔知摩西嘅律法嘅。始作俑者嚟嘅，甚至乎係，所以冇理由上帝淨係殺烏撒嘅。如果對呢件事上帝要追究一件事，大衛都抵死嘅，但係冇，毫無疑問，上帝冇，係嘛？按道理佢要死嘅，按道理佢要負上更大責任嘅，冇，表明一樣咩咧？呢個係我今日想同大家一個好重要嘅信息。當我哋思想職場倫理，乜嘢倫理都好啦，其實一個好重要嘅神學就係上帝有絕對嘅自由。
上帝有絕對嘅自由，喺呢件事上面，喺同一件事上面，佢既可以按佢既定嘅原則律法，清清楚楚毫不含糊嘅懲罰烏撒，但係同一件事，佢亦都可以按佢自由嘅旨意嚟到向大衛施下恩典，額外嘅恩典。呢個係上帝的自由。我想講乜嘢？喺上帝嘅律法底下，喺上帝甚至乎上帝自己所頒布嘅律法底下，最後尾最高嘅係邊個咧？係上帝。上帝喺原則之上，上帝喺律法之上，上帝嘅自由同埋主權係超越一切嘅。弟兄姊妹，我好多時觀察嗱，包括我自己有時都有咁樣嘅傾向。當我哋面對一啲人生上面一啲道德抉擇嘅時候，你職場裏邊，頭先我遇到好多啲好難處理嘅問題嘅時候，我哋當時咧越難嘅處境咧，我哋越係傾向咧想做法利賽人嘅，因為法利賽人係容易做嘅。法利賽人嘅特色就係咩啊？將上帝嘅律法絕對化，成為一種放諸四海皆準嘅原則。我哋好想咁嘅，咁容易嘅，但係耶穌好多次鬧法利賽人啊，安息日就係其中一個例子。耶穌話佢先係安息日之主啊！耶穌可以顛覆安息日嘅律例典章誡命嘅，佢可以顛覆嘅。我講顛覆好似好咩啊？好似好顛覆咁樣吓，即係耶穌咧可以即係佢係啊！上帝係頒布過安息日嘅誡命啊，好嚴格嘅要求噶。以色列人因為喺曠野裏邊唔守安息日，所以不能進入上帝安息。詩篇95篇講嘅，但係耶穌又唔守安息日嘅，可以。當然個精神啊，我唔係冇時間同你處理嗰個問題。好啦，咁即係點啊？咁我哋講基督教倫理即係點啊？職場倫理啲點啊？講到最後尾嘅時候咧，我就想引用當代一個好重要嘅倫理學家、神學家潘福華，一個我好中意啊。即係頭先主席介紹，我自己本身係教義神學嘅嚇，基本上我唔係研究聖經㗎，所以我啲聖經唔係咩，我係即係我係研究神學嘅。潘福華係我一個好中意嘅神學家。佢講緊基督教嘅倫理咧，同世俗嘅倫理有一個分別嘅。佢話基督教嘅倫理咧，唔係要為我哋提供一套所謂放諸四海嘅道德原則、道德規律、道德規範嘅原則。唔係咧，聖經唔係要幫我哋提供一套嘅原則，以至係我哋可以用嘅理性、道德良知，根據嗰個原則就去作一個判斷。佢話呢個係世俗倫理，基督教倫理嘅精神係咩啊？個核心嘅意思係乜嘢？佢話最重要就係咩啊？上帝係最高嘅。我哋去喺我哋職場又喺我哋生活裏邊面對啲好複雜嘅問題嘅時候，我哋最終要問嘅就係上帝嘅旨意、上帝嘅心意。我哋唔可以將上帝化為一啲嘅原則啊！最緊要上帝嘅旨意係咩？上帝嘅心意係咩？所以潘福華問就係，佢唔係問咩係善咩係惡，而係問究竟喺呢件事情上邊，喺呢個處境上邊，我面對一個咁嘅困難上，上帝嘅心意係咩？上帝嘅旨意係乜嘢？我如何追隨上帝嘅旨意？我如何信服上帝嘅心意？我如何信服上帝嘅命令？講到呢度你又覺得就係咁先難咯？咩叫上帝嘅心意啊？1、2、3、4寫到清清楚楚，rule 1、rule 2、rule 3咁好清楚，我就知道咯。講到嗰度咪好神秘，好主觀。嗱，我唔否認有一樣嘢噶，不過我想講最後用個例子做結束。譬如我而家我女唔係譬如我女真係5歲半，唔係譬如吓，我真有個女，我女係5歲半吓。我先舉個例子，譬如咁樣。嗱，其實我可以好簡單嘅。我當然我作為爸爸媽媽，我好希望我女咧喺道德上有啲要求，我對一定有啲要求，特別咁細個係咪啊？放學翻嚟最好咧擺低嗱，即刻換衫嗰啲，我寫晒貼晒啲污喺度噶，貼晒啲法則喺度啦。放學翻嚟跟住換衫，自己換，唔可以媽咪幫手咁寫住。跟住食飯，用半個鐘頭要食晒。跟住做功課，第3條就做功課。做功課咧就要俾心機做，唔可以開電視。3做完功課半個鐘頭之後，跟住就可以玩1個鐘咁，然之後跟住乜，我可以將佢每日嘅生活咧按住我爸爸媽媽嘅心意，覺得咁樣做係對佢最好嘅，寫得一清二楚寫喺度。咁你翻嚟嘅時候咧，好清楚噶。咪照做咯，
咁做晒啊，咁我就覺得 very good， 剔好，有粒星，儲滿5粒星，去食個漢堡包咁樣，好啊，係咪？嗱，我唔係話呢種方法唔好喎，但係咁慢慢嘅時候咧，第一，佢真係有一日佢翻嚟換咗衫之後，佢唔想食飯，原來佢有啲原因嘅，因為嗰日喺學校唔開心，佢好想同媽媽講。點解唔開心，以致我而家唔想食飯，或者肚仔有少少唔舒服，佢想同媽媽講，喺個溝通裏邊等媽媽明白，媽媽明白之後可能要係咁咁真係唔好食飯住咯。因為如果我唔係咁嘅時候，就係1、2、3、4、5嘅時候咧，慢慢咧，第一佢唔需要同我講嘅，遇到任何問題進行咪得，唔需要同我傾嘅，唔需要同我傾嘅仲慘，我覺得。我希望佢同我傾，而喺傾嘅過程裏邊，我能夠明白佢嘅需要，佢嘅處境，然之後我可以作適當嘅調節。我覺得上帝咪就係咁咯，上帝係活嘅，呢個係活生生嘅上帝。我哋每一個人都係獨特嘅，我哋每一個處境都係獨特嘅，唔係鐵板一塊嘅。上帝係要我哋咁嘅，希望咧我哋喺每一個處境裏邊同佢傾偈，然之後問上帝你嘅心意想我點做啊？當然上帝有啲嘢講得好清楚喺聖經留低，但係唔係鐵板一塊嘅。講到最尾，講職場倫理學，我覺得更加重要，或者唔可以離開嘅就係其實職場嘅靈修學。講到最尾係生命係一個活生生嘅生命，唔係鐵板一塊嘅。講到嗰個就係我哋同上帝嘅關係，又好似我女同爸爸媽媽嘅關係，我哋需要溝通嘅。我需要係好具體嘅，對佢每一件事，好活生生嘅每一日嘅事，唔係日日返學都係一樣㗎。每日嘅返學都好似都係咁樣，都係咁嘅生活都係咁，但係都係有分別嘅。每日嘅日子都有分別嘅。我可唔可以用心去聆聽、關心佢，然之後按住佢需要作適當嘅調節咧？呢個係傾偈啊，靈修啊，上帝嘅心意冇程度上好似好神秘咁樣，但係上帝其實佢唔想淨係整啲放諸四海而皆準嘅原則俾我哋就跟就得嘅，咁樣咧可能害咗我哋。我哋唔需要再同上帝傾偈嘅，照跟就得。呢個係我今日可能俾唔到咩答案俾你我俾唔到啲咩答案俾你，但係呢個我俾個方向你嘅。當我哋去處理職場嘅一啲係好困惑嘅問題嘅時候，每一個問題，第一，聖經冇放諸四海而皆準原則，但係唔等於相對主義。上帝係最高嘅。佢嘅要求係從不含糊嘅，但喺當中上帝可以有適當嘅調適嘅，按住我哋嘅需要，始終係愛我哋，按住我哋需要，我哋喺佢面前係要 take risk 噶，人生係要 take risk 噶。我哋好想做廢材人，因為我哋唔想 take risk 啊，係要 take risk。我哋可能聽錯上帝嘅心意嘅，咁又如何咧？聽錯咗，咪再聽過咯，求上帝寬恕咯。所以今日想同大家思想嘅就係一個咁樣，係一個方向性嘅喺職場倫理裏邊一個方向性嘅一個嘅聖經嘅睇法，一個嘅神學俾大家嚟去思想。好，多謝大家。